对，还有呢，周边的活动也非常的多，也非常的丰富哦。像张琪和琪伦一起同万去，是时空穿越墙，福气袋 DIY， 还有寡龟博好运，这个大家期待很久了。是，而且呢，我们有祈愿会嘛，以及4、3、2、1。 正式启动开始。那呢，我们也选定在我们良辰吉日，也就是2019 11月2号了，要即将来举办我们公益天上圣母呢回銮北斗天宫一系列的活动。那也邀请一拜国泰民安，再拜风调顺，万拜事事如意，合家平安。将来举办，咱伫11月初2要来恭迎伫咱民俗村的天上圣庙回銮，回来到咱的这个定安宫。咱定安宫、甲咱南寮宫以及咱鹿港天佑宫，会使讲号称咱中华三大妈祖宫。咱拢知一府二路三艋甲四宝岛，那宝岛甲鹿港同款，拢有非常悠久的历史。咱的这个定安宫会前身，或者东罗街的这个天佑宫。那因为呢，本来是创始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年间哦，那伫咱的清朝嘉庆11年的时阵，那当时有一个水灾，互咱的这个东罗街哦，会使讲一下无去吼。那当时的咱的民众就刷迁来到咱的这个北斗哦。那当时为着要奠定绝居，那互咱的这个定级渔民哦，所以呢，辅助咱的这个定安宫，这就是咱定安宫的这个精神哦。那伫咱历届主委的努力之下，不断的甲咱妈祖的威名发扬光大，会使讲变成咱南中华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教圣地。那今仔真欢喜，咱过去分灵出去的这个民俗村的这个妈祖呢，伫咱11月初2就要甲伊恭迎回来咱的这个定安宫。那11月初2，除了有咱真盛大的这个绕境活动，嘛有真济这个祈福甲亲子活动，欢迎咱的乡亲哦，利用11月初2来到咱定安宫哦，来共襄盛举。那互咱的妈祖婆继续甲咱的加持，相信大家一定会更加健康平安舒适大汉钱安尼。